戏吗？人是戏吗？还是衣服的戏吗？还是面具的戏吗？也是动作的戏吗？等等细节的你一调查研究就没有办法你指出啊，这是一个跟这个东西戏就没有回答了，没有回答的地方了，那就是没有回答就答案是零的，只说空的，就是空性空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他这个讲的是，所以佛法里面很多理论嘛，一般基本是5个理论，那其中公用的就是这个一切法是因缘而起，这是一个也是藏文里面归论句的根据理论。那一切法是因缘而起，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梦也好，或者是幻想也好，或者水泡也好，或者这种各种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是一个现象，也是抽象的东西，也是它是不是独立的生存？它是一个取决有很多因缘才成的。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摸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切很多因缘而造成形成的了。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它是一个实数的东西，那现在这个讲《金刚经》的这个说真正的东西呢，他讲的是空性，它的绝对的东西，讲它的实质的东西，所以比较简单的讲，我们一个车子是不是？车子又是2000个零件组成才有车子。才有可以开车，但是我们这车子真正的车子，这个是在哪里呢？是轮胎吗？是它的引擎吗？还是在哪一个架子各零件的一个？我们没办法了，我们把每一个把零件把它分开摆在这个前面，你指着哪一个是车子，你指着没办法知道，是不是？那究竟的东西它是没办法知，所以这是一个空的，空的，那这个讲空的也不是空的什么我们茶杯空的，不是这个意思了，它就没有真正自身独立的生存，而是它的生存现象是取决有很多因缘叙述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东西的。所以说这个金刚这个心经里面讲，所以这些是素的东西，相对的东西都是一个色法，我们讲用那个色，在我们这里讲空无是一种堆起来的东西，或者是素是一个身体的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不是？所以这个车子就是空了，空子就是也是车子了，车子因为也没有空，空也因为没有车子，所以这个我们全球这个宇宙的真空里面有这个宇宙，宇宙里面也有这个真空，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还不错，对不对？戏无人称，人生无戏哈，《金刚经》这句就已经解释完毕了。那我觉得拍电影对我来说，
一部电影2个小时，然后人生也是一部电影，可能这部电影稍微长一点，没有长很多了，比方说70年好了，那就看你怎么演了嘛，是吧？对不对？然后这部戏演完了，来世又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一次缘尽而已，对不对？来世另外一部电影开始演的时候就各有各精彩，对不对？这辈子这部电影演得好，下部戏可能对不对可以当女主角啊，就是所谓的因果嘛，对不对？这部戏演得不太好，对啊，那就可能就跟周导演告大一的时候那历史演员，对不对？其实导演我以前也演过死人，被导演骂，就躺在那边，后来睡着了，然后一片死人突然醒来，导演说哪一个死人啊？把扫把关，擦，死人都不会演。因为你还打呼，对不对？是啊，打呼 ，NG。这样比较不紧张。好，不好意思。对，我们非常谢谢宽姐跟我们分享。诚如刚才法王所开示的，就是在生命当中呢，虽然我们说一切都是梦，一切都是幻影，但是并不表示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需要去努力，更应该是说呢，法王举了一个例子，法王说就像车子一样，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才有的。车子它有各种的零件，唯有每一个零件都是正常的，都是好的，都是具足的，它才能够成为一台可以在路上正常行走的车子。如果今天有一台车没了方向盘，没了轮子，它可以在车上，它可以在路上走吗？也许就不行啊。我用我这个低浅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呢，来解释或去理解刚才法王所说的这个部分。对啊，我有用电话做笔记啊，对不对？我的领悟是这样，我觉得法王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必须依靠因缘才能存在的东西，它的表面上是存在的，但是本质上它没有真正的存在。是。哇，明仔载我就被法王等来啊，无缘嘛，对不对？需要拍的。好的，太棒了。有摩根。对，我们希望以后呢，这个常常可以看到宽姐就跟随在法王的身边，成为这个几大护法之一，好不好？哦，不用。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因为我们说未生我时我是谁，生我之后谁是我？在人生的各种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很多都是相对的。提到这个相对的概念呢，我们就要来邀请了我们第3位特别来宾，我们的大明星彩华。谢谢。我们知道呢，彩华她现在呢，大家看了她事业非常的成功，演电影、演戏剧同时还演舞台剧，还出唱片我们看着她是这样的光鲜亮丽，但是大家知道吗？彩华从小在她的小时候，曾经有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彩华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谢谢师兄，很开心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跟2位大导演，还有这么尊贵的法王一起来参与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座谈会，戏如人生。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部戏，属于你自己的戏，你担任的角色，不管是 A 咖、B 咖、C 咖等等，都有。人生对我来讲呢，酸甜苦辣，有欢笑有泪水，甚至我可以说我尝尽了苦头。小时候我从小，就被人家笑说我是一个没妈妈的小孩。是的，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妈妈生我11个月就过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妈长得怎么样，
我小时候是阿嬷带大的，我家里很简单，就爸爸跟哥哥，环境不是很好。我看到的是我阿嬷每天去给人家洗衣服、煮饭，爸爸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哥哥要读书，我也要读书。可是我看到的是阿嬷这么的辛苦，在维持这个家。小时候住的地方就是都租的房子，加盖的顶楼，或者甚至凶宅。因为什么？因为很便宜，那个租金我们才付得起。所以当我在常常被同学笑说我是一个没妈妈的孩子，我就回去哭，跟我阿嬷讲，我为什么我的妈妈呢？为什么别人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可是我阿嬷就会讲说，乖乖乖，我就是妈妈，也是阿嬷啊，这样，就这样子，我看到了我阿嬷的爱。所以当我国中的时候，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要出来赚钱。我爸爸刚开始他说不要你读书读书，我就说我坚持我要出来赚钱，我要帮我爸爸还债，我要让我哥哥读书。我爸爸就我拗不过我，所以呢，我国中毕业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高雄的蓝宝石旁边的一家咖啡厅，我在那边先当小妹，端盘子。可是我连盘子都端不好，常常摔破或常常怎样，就是都弄不好。但是有一天呢，在我们家附近一个邻居，他的女儿会唱歌，然后那时候我的阿姨就说啊，那我们家，我以前我的本名那时候叫王怡玲，就说啊，我怡玲会当去出来去唱歌。那我从小我就其实也很爱乱唱，杨丽花歌仔戏的我也唱。我都以为我是小旦许秀年这样，然后在家里拿着黄金也跟着唱，因为他在那东西假都会寡语。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定看杨丽花歌仔戏，所以小时候就很爱乱唱。那时候我就说好，那我要去唱歌，唱歌可以怎样？可以赚钱。好，我要赚钱。所以呢，当我去学了一下唱歌，他们就介绍我去酒店、去舞厅唱，就是一天大概跑3、4场，这家酒店唱半个小时，下一家舞厅就半个小时，这样跑来跑去，就这样唱，然后骑着摩托车。那不管下雨天，我就穿着礼服，外面穿着雨衣，就是那个打50，就是就是一直在跑场，一直在跑场。那记得有一天下大雨，我骑太快，就我整个滑倒我的膝盖整个流血。那流血的时候，我要赶下一场怎么办？我就看旁边有一家药局，我就进去让他赶快药包一包，我就赶快又跑去唱歌了。在那个环境之下，酒店，吵架的也有，讨债的也有，喝酒醉的有，还有上来会乱摸的也有，什么人都有。那时候的我一直这样唱，但我不管，我就是要赚钱。我就这样唱到我一直烧香，后来我倒嗓，我没有办法唱了。结果一个朋友就说：“那你这样子好，你去唱牛肉场，一天5场，一场就唱2首歌。”我就说好啊，这样一天可以赚400块。我就说好，那这样可以很轻松，我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不用这么的辛苦跑场。但是其实我在牛肉场唱的那段时间，其实是让我觉得人真的很苦，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的苦。当你看到这些小姐在台上表演一丝不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他们要赚这样的钱？我是那种不舍的那种，舍不得他们这样一直在后台，然后我就一直在挣扎，我要不要在这个环境唱歌？可是我如果没有在这个环境唱歌，我要去哪里？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到哪里，所以我也只能在那里唱歌兼主持。这段时间其实是让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阴影，因为我在那里我真的不快乐。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有出来歌厅、餐厅唱，我认识了方俊。方俊大哥呢，他是真的一个非常好的人，他是我的恩人。他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你来住我家。”那时候我住台中，
在台中野美唱歌，他就说你来住我家，然后他的太太看到我就很喜欢我，就认我做干妹妹。从此以后，我跟我爸爸都在帮助他家，吃他家，住他家，用他家，睡他家。对，就是他就是这样收留我，他们夫妻这样照顾我，介绍我去拍戏。再来，我在综艺节目，我不断的努力，我知道我每失去一次机会，我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所以当我从来都不可能做，或者我很惧怕的时候，我都不可能去做。可是，在为了上节目，我什么都做。举例，我有惧高症，我从2楼往下看我就头晕了。可是我玩游戏的时候，我要高空弹跳，我要自由落体。你知道那个一上去的过程，我所有佛祖神明都请。我就说我下来一定会死掉这样。我说观世菩萨了，什么三太子啦，妈咒你来搞包庇了，我万一有人危险，永远都应到了呀。可是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因为真的是很恐怖的。再来，云霄飞车你要做，还有甚至上节目吃虫虫你都要吃，面包虫，甚至那个做中药的，太恐怖了。就是那个游戏就是要吃虫。然后再来就是蟑螂，做中药的那个蟑螂也要吃，蝎子啊什么或者恐怖箱，就是你从来不敢做的，可是在为了这个节目你都要做，为了每一次的表演，甚至我都还通过金鱼，夜市的那个金鱼，对，其实这一段过程让我觉得说，我如果不做。我如果没有每一次的表演，我都去把握住它的话，我就没有下一次的机会。所以我在每一次的表演呢，我都是尽心尽力，只要我可以做得到的，不管怎么牺牲，不管跌倒，怎么摔下来，或者说吃瓦萨比啊、死鱼打脸啊、套丝袜啊什么，没有一个我没有做过。抢劫啊，套丝袜，套丝袜，就是综艺节目都有这样子的表演。那时候真的忍不住要打唱，你是牛肉场，你是只负责唱而已。我没有脱啊。我错起来，他没有脱有什么好难过的？不是唱主持有什么？没有，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你知道，一些台下的观众，他就是一些怪叔叔、怪伯伯，都会叫你脱。那有一天呢，我就真的做梦，梦到我自己脱了，然后不是那个是睡觉的时候，突然就梦到吓醒，然后整个醒过来，看我身上有没有穿衣服，我看到我有穿衣服，我痛哭嘞。原来那是梦，那是梦。哦，就是高兴自己没有脱嘛。对呀、你都跟我不一样。对呀、那个就喝醉，人家说哦，很多人在哪里捡尸，我就赶快跑去，没人捡。回家衣服穿好好的，结果鞋子，我是穿拖鞋，也没有多难脱，也没人脱啊。对，想想就这样也蛮开心的啊。对，其实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到现在，我一直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我很不容易的，也许可能别人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跟这些考验，让我更加的有自信心，而且我不会去害怕。我以前曾经主持过牛肉场，或者说我在牛肉场唱歌，我从来也不怕，因为那也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这些都是训练到我现在可以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导演，你听起来那个上电视比我们电影还恐怖啊！吞金鱼，哇！现在以后就不可以吞了，不可以杀生了嘛。接触密处以后就不再吞了。没有，那是为了魔术要表演，我是被骗去的。他跟我说来表演魔术，然后我就说不好变。哦，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就想说上综艺节目变魔术应该很简单呐、所以哪知道去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来，这金鱼哦，这一杯米酒你先喝。我说哦，喝。然后这一只金鱼，夜市有没有在捞金鱼的那种金鱼，肚子大大的，来吞下去。我说这个吞下去，我不是要变魔术吗？他说你就吞就对了。我就我就吞。吞了一只这样，
然后他说没有，这还有2只哦。我说啊，还有2只，结果他就拿1只我吞，就连续吞了3只，然后就叫我好，你可以回去了。我说老师，我不是要变魔术。变什么？他说我只想要知道你敢不敢吞而已。那你可以吞的话，那就发了。然后那时候我说那吞进去怎么变出来？他说当然不能变啊，那吞进去都在你的胃里面，那个被你的胃酸的鱼都死掉了。我说那怎么变啊？下次录影告诉你，就这样。所以下次录影我又吞了3只。哪一个制作人啊？就是以前龙什么，就是过年特别节目，这样。妈呀！我们有一点共同点。我小时候也在蓝宝石打过工，你在蓝宝石隔壁。隔壁的咖啡厅。我就去帮他拍苗，我说一天还赚500块，当合一天还有500块。那你才400块。我们的。两个比你后面还都吹，拍电影一定说没有电视这么恐怖。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扮演的角色。那我觉得，那些都过去了，那只是让我更成长，然后更努力。那未来会更有能量，可以发光发亮。非常谢谢彩华姐跟大家分享啊！我想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真的在大众面前讲出来的。那彩华姐呢，我们之前也没有看她在任何节目上提到这一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谢谢彩华姐的勇气，也非常谢谢彩华姐分享的再次的彩华姐的分享呢，让我们更加的肯定，彩华姐就是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是吗？但是呢，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这样恶劣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即使我们不愿意，即使我们不喜欢，即使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要活下去，为了家人的幸福，为了要还清家里的负担债务，我们经常不得不，我们还是得去做这些事情。面对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选择，只能够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当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我们还可以保持着一个超然的心，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凶险的、恶劣的职场呢，这样子甚至被陷害的一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呢保持着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心。所以啊，这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难。我们要请我们尊贵的法王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才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如何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承担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我们恭请法王。王彩华这个经历这个非常生动当然你可以笑出来。艰苦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勇气，就有帮忙你哥哥全家。那其中很重要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力量就是爱心，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很大的爱心，才能发挥出这样一个很多这个力量所以这个爱心是很重要的一个，也是我大乘佛教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佛教里面重要的一个，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一定要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请开始也是大乘佛教的，没有这个菩提心就没办法。你要修一个本身了本身修的本身基本就是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他这个，我感觉这样一个能够帮忙家庭，然后成长的这样过程，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的力量。所以这是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释迦牟尼佛在证悟以前，菩提伽耶，也是这个大爱的一个
慈祥啊，这个慈爱的心灵的禅定呢，降服了所有的这个魔真的这个波。那我们谈起这个，那咱们现在就是爱的慈爱的心情，稍微谈一谈这个慈悲心、慈爱的心和慈悲心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这是一个基本的。平时我们的经书里面念，愿一切众生这个离得愿一切众生得乐喜乐因那就是你慈爱的心情。愿一切众生以苦己因就是悲心，这是一个词句上的解释吧，词句上的解释。但是这个往往不够了，我们就是要学佛，为了使我们使用这个，用到这个我们要心要修炼。只是一个道理学到了，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道理而已，但是没有怎样用到我们修行。我们要心要修这个慈爱的心，所以这是一个课题了。这个课题要慈爱的心，先要为了修这个慈爱的心，先你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慈爱心的感觉，你的感觉是如何？慈爱的心这到底是你感觉怎样？爱心我们常常是口里讲的爱心，大概是知道了，但是真正是你感觉是怎样？爱心感觉。所以我们这个主持人他讲当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婴儿的时候，那你就有这个产生这个慈爱的心。比如说你有一个婴儿刚刚生下第一个儿子婴儿，是不是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母亲在看，然后他那个婴儿第一次笑容，母亲太高兴了，现在你小孩就开始笑容了，你看父母都要叫来看了都来看，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喜爱的心情。然后再过这个婴儿就说这个妈妈和爸爸说话，那高兴的不得了，当然我现在有我的小孩婴儿开始说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对母亲对这个婴儿有什么样的感情呢？非常可爱的一种感觉，这就是真正的慈爱的心。所以这个慈爱的心，平时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亲戚是有区别的。平时我们这个爱可能它有一定的私利的一种东西嘛，是不是？当这样一个婴儿对母亲对婴儿对他感情是很纯洁的一个爱，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爱，要修这个天。说这个怎么修呢？当然，我们这个经书里面讲，我们要有情一切空间的有情的所有要一切东西要发扬这个，但是呢，真正做起来不是容易的，那一定要一步要修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上次里面也有1个月的这种课程，怎么修这个3天3灯台修法。第一个呢，先慈爱的这个修，先要认识你这个慈爱的心，就像你这个可爱的婴儿的与母亲这样景象你想象，让你产生一颗慈爱的心。然后这以后呢，你就先要发展一个刚才你讲的你恩人，是不是？你想这个恩人一个人，你这个恩人对你特别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怎么你帮忙？
想象这样的时候，你对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慈爱的心就看到爱心就发展出来了，然后慢慢把这个推广到你的其他的比较接近的一些朋友这样去然后这个感觉不是很深厚的话，再回到一个婴儿或者一个人恩情最大的一个人恩人来观，这样呢把一步一步推下去，然后你的区域、你的国家、你的全球东南西北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一个修，这是一个修行的慈爱的修行的过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慈爱心是菩提心的种子，有这个很好的慈爱的心理了，菩提心很好的。菩提心的话，那就有它的果实是开悟，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因缘去做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可能有自然的有一种爱心了，是不是？然后你也有恩人，刚刚提到你有一个恩人，你有这个体会了所以这样一个力量吧，这个爱的力量大了，所以这是很重要。你爱心这个很好的把它练出来的话，你在工作岗位上，你的老板也好，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都是很和和气气，工作也很成功。但是你这个很生气没有爱心，你也没有很少朋友了。你工作你上个月不合了，下个月你工作也不合了，常常出这问题是不是？所以这个爱心是很重要的，爱心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心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在印度有一个这个拉达克，在印度北部嘛，也是跟西藏一样的印度人的那个地区，他有一个藏医，西藏藏医，他一个人呢，他这个学问很好他这个学问很好，他每一次我也去一些，他每一次看到一个草，他有背一句话，这个